39小李行跳下嘅水鬼，海陸上揸起探站日潤。新婦小李行嘅行後要坐橋，就按到小李行橋，跳擺小李行嘅河壩水天台。橋下有隻貪闊前發前침愛做生意呢讀初中時，當日都會讀該經過。愛讀書轉，當好看該貪闊讀該日春嘅該樣事係民國40年。橋頭有碉堡，有邊呢長橋。聽老輩人講，該橋下16檔日到暗昏，尚未看到水鬼都16檔錯能，尤其係講有月光嘅暗部時，看到會很好清楚到，該水鬼係鬼嗎？聽講長到清江。唔知該水鬼係本大水打來，也係講刺殺跳落該貪腐屍體界。過了幾年，有人都該跳水死，有人講該唔知係年代嘅水鬼出現，千到隻大水鬼，跳台做人死嚟麼？林北人先生寫嘅河壩日光有多少體系跳下博看該搭素材，不過佢寫嘅河壩日光講嘅係一對讓人將到日光下像鬼樣嘅故事。聽別人講，邊個大概冇有感想。係一股正氣，就係人上講嘅讓氣衝，鬼都驚，日早橋下博看燈，尚未有人看到水鬼，故所以橋兩邊各情人都冇人㗎，以後按來嘅人越來越多，邊個也出走。屋件事件話將橋頭能來咧，人多讓氣衝，加到有年做太水，貪腐本沙石吞撇變天水灘。自從該貪腐唔見撇了後，橋下博看燈就冇個有人看到水鬼。年長日久，漸兒也冇人講起該水鬼嘅事情來咧。